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线上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诗篇113篇这样说：从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的那边，我们都要来赞美耶和华的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清晨一起要来赞美他，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拍掌来赞美他。你要再从你的座位站起来，我们全家来赞美他，一起拍掌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从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的那边，主的名当赞美的。从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出的那边，主的名
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是他烧上的羊。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殿，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不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永远。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殿，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更多他的心事，更多来赞美他。哦，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殿，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正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直到万代，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宣告他的心事，他的心事直到万代。向他歌唱，来向他歌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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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向他歌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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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他
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唱首歌，向你歌唱，我们称颂你，你的名是配的，是配的，是配得的神，让我们赞美你。为你的名是荣耀。
主，我们是你草场的羊。我们要来到主你的面前来赞美你，为你的名是配得的。主，我们仍然要更多的祷告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因为我们要从祷告当中重新得力。唯有你是掌权的主，你的全能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跟主说我们要来祷告，更多的呼求你。主啊，垂听我们。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一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可以证明改变的
们当中。主，今天清晨我们要高举你的名，主啊，愿你得着尊贵，愿你得着荣耀，愿你得着尊崇。主，我们要用生命来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生命的神。主啊，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唯有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你如此爱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将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大家平安。今天由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右昌教会公告。第一小点，指挥中心虽然宣布7月27日至8月9日防疫层级降为2级，但室内只限50人。本会所有相关的实体聚会都暂时停至8月9日，但周三祷告会、周六青虫、主日台语以及华语的礼拜，我们都会采取线上直播聚会方式进行，敬请大家务必配合。第二小点，线上聚会期间，敬请小组长配合 ：A. 回报各组线上小组聚会人数 ；B. 学生牧区、儿童牧区小组长请务必帮助孩子做到奖学金申请的规定事项，以免影响孩子权益。第三小点，虽然在疫情期间不能实体聚会，但请兄姐仍然善尽上帝儿女的本分，尽力做到聚会不停止，祷告不停止，传道不停止，行善不停止，奉献不停止。第四小点，教会鼓励兄姐利用各种方式来奉献。A. 各项奉献袋可以自己集中，每月一次拿到办公室奉献。B. 参加小组的兄姐，小组长若方便可协助代收及代转。C. 兄姐的奉献也可以利用周报封面的银行账号奉献，但转账后请联络办公室陈佩芬干事告知奉献项目，以便周报刊登。5. 在疫情中，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小心防范，但不要惧怕。请大家更多祷告，更多彼此相顾，以实际的行动来为主做最美好的见证。2. 本主日下午3点30分于教会主堂召开8月份定期长执会，敬请全体长执出席，机构首长及同工列席参加，并且为了配合防疫规定，主堂一张椅子只坐2个人，并且全程佩戴口罩。3. 8月8号星期日下午3点半，在教会3楼会议室召开小会，敬请全体小会员出席参加。4. 本会设计一起相庭又在一起店家名单，让会友能了解店家的相关资料，并在疫情期间给予多一些支持与惠顾，一起度过难关。4. 本会为庆祝社教70周年，举办右昌教会设立70周年 logo 设计甄选及歌曲创作甄选，欢迎有这方面专业之兄姐踊跃参加报名。详细报名表请洽办公室索取。肢体消息：互助社1，社员安心低利率贷款12万元，年息2.4%，即日起至8月31日截止。2，社员在职军警公教贷款30万元，年息3.6%，即日起至11月30日截止。3，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年息1.8%，欢迎社员有意愿贷款或转贷，请向互助社洽询办理。4，助学贷款专案利率年息0%，即日起至协会每学期助学贷款额度额满即停止受理申请。欢迎就读本国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学校之社员有意愿贷款，请向互助社洽询办理。以上是本周报告，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今天的讲员是陈觉院牧师，他要分享的主题是
祷告不停止，祷告不停止。我们一起来欢迎陈牧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虽然疫情的阴霾，我们连日好雨不断哈但是感谢主，淹不住哈我们本届奥运台湾队有好的表现，所以我们都感到非常的兴奋，阿们吗？感谢主哈！我们今天很喜乐的来敬拜他哈，我们的敬拜团哈祷告的力量哈，充满了恩膏，神的荣耀同在。现在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松联圣歌队用美妙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请松联圣歌队。
感谢主，我们听到我们松联圣歌队美好的歌声，赞美我们的神。虽然我们在风雨中，但是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他同行，我们依靠他，使我们有安稳，我们没有惧怕，我们充满主的爱，主的平安，主的福气充满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感谢主。这个礼拜我们整个世界的焦点大概是在东京的奥运。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了要为选手集气加油，大家祷告真的前天晚上牧师看到那个银乳的桌球比赛所以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很可惜没有拿到铜牌但是他只有19岁我相信未来他是巨星感谢主。那昨天真的虽然周天成弟兄那是纯福音教会我们渴望他能够打赢，但是也是8强止步但是他真的让中国这个上届的奥运金牌应该也是有吓出一身冷汗感谢主昨天晚上看到我们的戴之颖这是我们高雄市的之光感谢主能够打赢上届在里约奥运的银牌今天晚上是要抢夺金牌我相信很多人要继续为他加油那我们的那个林良配真的是让我们惊奇一路真的第一场去小组赛就打输了但是没有气馁仍然有坚定的信心，一路过关斩将昨天真的打得太棒了能够夺到金牌胜过中国世界第一的选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奥运真的是很精彩我们这一届的奥运感谢主我们的成绩真的打破国际的记录台湾越来越被这世界看见世界想说台湾这个到底在哪里这台湾很多人也不知道，但是有这么多优秀的选手我们已经拿到2面金牌倘若今天晚上再拿到的话，哇，这真的是世界都会惊讶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个运动选手他不停的练习，其实他就想要得牌戴志颖12岁的时候人家访问他你的梦想是什么？他就是要奥运能够得奖牌所以从12岁他就有一个目标所以不停的练习。运动员是很辛苦的，苦练有的要等候这一场奥运，一等就是4年。你说举重每天就在举，每天都在举，是不是好无聊？每天都在举，多痛苦而且有时候练习受伤那是不得了。我们知道郭婞淳一摔一打到脚肌肉伤害了70%，没有气馁，仍然继续复健治疗复健到恢复再苦练，终于他能够拿到奥运的金牌。各位，我们要拿到奥运金牌，真的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大家都想要，但是不是每一个可以获得大家都想要，但是不是每一个都可以获得这是不简单的。但是虽然是这么宝贵的奥运的金牌，它仍然是短暂的，在世上的。各位，我们那永恒的奖牌、永恒的冠冕是更好的而且是只要我们渴慕，而且我们能够持守，我们必定能够得着。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得到这地上这么
好的冠冕奖牌，奥运的金牌这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得到，但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渴慕他，我们能够持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天上得到那永恒的冠冕。阿们吗？感谢主牧师在疫情这段期间，在周报特别我们的那个长子在报告，每次都在，真的这个是一个神的感动，神的一个感动来一个灵感，我知道说应该要鼓励弟兄姊妹，那就是聚会不停止，祷告不停止，传道不停止，行善不停止，奉献不停止。这个是圣经神的应许，我们能够持守这个应许，我相信神一定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他的荣耀。阿们。感谢主那我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就是第二个上次讲到聚会不停止，现在讲祷告不停止那首先我们要来读今天的这个经文这个是我们祷告不停止的一个经文，也是一个榜样，这也是一个应许来，撒母耳记上12章23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来 OK， 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好，感谢主短短的一节那这个经文是先知撒母耳，他在他年老这个头发都已经白了跟牧师一样在以色列面前他一个很重要的公开的一个宣告，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示你。这是他一生他的服事，也是发自他内心肺腑最感人的一个告白。在英文的圣经这一句给他翻译这样这一句我来用英文的一个圣经的直译他说：我必不在祷告的事上失败跌倒，我视祷告为一种绝对的服事和责任。若在这件事上失败了，那将是一项罪恶。哇，这个翻译就更清楚了。撒母耳一生就是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从小在跟祭司以利在一起的时候，耶和华就会对他说话了，而且他都会倾听。他常常非常警醒的要听神的声音，他常常就是来到神面前祷告。所以他这个告白跟那个使徒保罗差不多是一样。使徒保罗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福音便有祸了。在哥林多前书9章16节这个是保罗的告白。一个是我不祷告，我就是得罪神这根本就是一项罪恶。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灾祸了。这个是他们，一个是把祷告视为他一生的一个服事，一个是把福音成为他一生的服事。保罗他是感觉他欠了福音的债，我不还福音的债，我就是有灾祸了。一个是祷告是对神一个最荣耀的服事。哇，神若是有一个人愿意说一生就是用祷告来服事，用传福音来服事，神是多么的喜悦，感到何等的荣耀。有这样的仆人，他们真的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这个是先知撒母耳跟使徒保罗。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愿意也用祷告来服侍神？我们愿意一生能够用祷告来服侍神，这个是我们可以荣耀他的一个途径方式
或是我们一生神呼召我们愿意为他传福音，这是我们能够荣耀他的一个途径跟方式。弟兄姊妹，祷告就是撒母耳的一生。撒母耳成为一个先知、一个祭司、一个最后的士师，其实他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凡事祷告随处祷告，他事事祷告。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其实他上帝在他很小到跟以利那里，他就是一个警醒祷告的人。我们看到他为了要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在米斯巴，他重要就是要祷告他为了立王的事，他就是祷告，什么事情他就是祷告。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最需要来学习的。他一生能够不停止祷告，以至于能够成就神要成就的大事。撒母耳是继摩西之后最伟大的一个代祷者。他一生的侍奉就是代求，来到神面前代求。他就是常常倾听，常常领受神的声音，常常能够知道神要他做的是什么，然后借着他的祷告使他的百姓得着保护，使他的百姓能够得着胜利。这个是撒母耳一生的服事，他深深体会到那个祷告的力量是多么的大，祷告的功效是多么的大。他没有祷告，他什么都不能做。以色列百姓也知道，没有撒母耳的祷告，很多事情是不能成就的。他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他的祷告。所以感谢主，我们在疫情这段期间，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没有实体聚会，但是我们每天都有早祷，周三也有祷告会我们要常常每天灵修每天能够祷告我们学习这个撒母耳，他一生的缩影就是祷告至于我断不停止祷告，为你们祷告，来得罪耶和华。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各位弟兄姊妹，你都是爸爸，你的祷告，你的祝福对孩子影响深远。你都是妈妈，你常常为你的儿子祷告，神必定会悦纳你的祷告。很多时候，很多人生命的改变都是因着有人为他祷告。盼望我们成为祷告的人，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亲人，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所关心的人，我们就是祷告。我相信祷告能够改变一切，祷告能够让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救恩的宝藏能够不断的被挖掘出来。感谢主所以撒母耳记这个经文是撒母耳一生的服事他一生给我们最好学习的榜样典范在这里。那我们第二方面，我们要看到底我们如何能够祷告不停止呢？好像过去有人说不住的祷告，怎么不住的祷告我会祷告，有的没有3-5分钟就祷告不出来了，没有什么好祷告。其实我们都只是悟性的祷告，真的有时候祷告到祷告不出来。但是所以有时候我们用那个方言祷告方言祷告不住的祷告。而且有人是认为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就是其实不是24小时在祷告，就是在我们心中，我们常常有一个敏锐，有一个警醒，好像撒母耳在倾听，我们是有一个敏锐，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那个是不住的祷告好像考门夫人在讲说在扫地的时候就是上帝我这些不好的东西都要把它扫掉可能在洗手的时候，我很多不同的东西把它洗掉。可能他在生活当中，他把它当成一个祷告，常常就是能够在心里面能够向神祷告。但是我们要祷告不停止，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有对神有信心，而且你有经历神牧师要特别用以利亚榜样来跟我们分享。先知以利亚他是一个榜样，在雅各书第5章17到18，雅各书这样写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0.6个月
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哇，这个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性情，意思是说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会累，我们会累，他会灰心，我们也会灰心，我们都会的。但是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信心祷告，而且不停止祷告的榜样呢？我们都是读列王记上记载以利亚的故事那我们就知道以利亚是一个充满信心耐心祷告的人在第17章第1到第7节没有打出来，就是这个以利亚在那个时代，神呼召他，就是要对亚哈说话，因为整个亚哈统治下的以色列是走在不合神心意的一个路上，所以这个以利亚要对他说话。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个话临到以利亚，以利亚就去传这个话。但传这个话，先知真的很危险的，忠言逆耳。那个亚哈耶洗别会杀人的，他就赶着躲藏在基利溪旁但上帝供应他，上帝差遣他去讲这个信息，是一个危险的，但是上帝保护他。果然真的照上帝要他传达的，他不祷告，3年6个月没有下雨，所以才有那个撒勒法的寡妇因为没有东西吃，他饥荒嘛，旱灾就是饥荒。然后他去找他的时候，他说我们就准备就是吃这一餐就准备死了，但是先知跟他讲，你先做给我，把最好的给我。这个就是上次我们在讲说最好的原则，出手果子的原则。我们把最好的先给神，我们把最好的先给神的仆人。真的在我们长老教会过去常有这个传统很多的弟兄姊妹爱上帝，也爱神的仆人。家里面有什么出产最好的出手的果子，就送给牧师。但是感谢上帝，他们爱神的仆人，其实他们自己也都蒙福，他们自己也是蒙福。所以这个撒勒法寡妇真的顺服了，就这样做，3年6个月没有缺乏这个面粉也没有吃完，也没有吃完，他们能够度过3年6个月，这个是神迹。以利亚的祷告，他是这么有能力。但是我们若是读到第18章，神又要先知向亚哈说话了，说好，现在你们可以去吃喝了，因为多余的响声响了，多余的响声响了，可以去吃喝了，因为要下雨了，这个旱灾要结束了。亚哈他们就真的相信这个先知的话，就去吃喝了那其实他这样讲了要不要祷告？要。圣经你看这个以利亚就是用脸伏在两膝之下，他屈膝在那边祷告，不断祷告。后来就叫他的仆人说：“你去看这个空中有没有变化了，有没有下雨了？”这个仆人去看，没有啊，这个晴空万里啊，这个根本就没有下雨的迹象啊。一次了，那再去看又没有了，再去看，他不停的在那边祷告。到了7次，他跟他讲说看见了巴掌的云彩，小小的云彩。以利亚就得到切记了，以利亚他就知道说要下雨了。去告诉亚哈要套车下去，不套车会成为落汤鸡会被淋了。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的祷告，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是一个不停止的祷告，屈膝在那边祷告，直到看见了巴掌的云彩，他知道神的时候到了。这个就是以利亚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就是因为他的信心，他对神有信心。各位弟兄姊妹，他因为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能够把祷告的内容都宣告出来
他宣告起来，他说他对上帝起誓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天必不降下降露也不下雨。但是当他看到这巴掌银彩，说你要套车下去，就是已经知道要下雨了。这个就是他的信心。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最重要就是信心。你的信心加上神的信心，再让你祷告事的人若是有信心。以前我们有个李以真牧师，他就是三角形哈。上帝的信心是100%的，我的信心都是100%，加上那个被祷告的人100%，那个医治就发生了，神的工作就实现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信心。以利亚就是一个祷告有信心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榜样。我们要祷告不停止，一定是要有信心，有信心才会经历神，有经历你才会持续的祷告下去。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而且是祷告有信心的人主耶稣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常常祷告不灰心耶稣的教导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1到第8节，耶稣设了比喻，叫我们好像那个切求的寡妇，她要请求那个不义的官为她施冤，但是这个不义的官就是一个不义的官嘛，坏官嘛，他不理你嘛，你这个寡妇不理你，但是怎么样，他死缠活缠，他就是不断的去缠磨他，到他受不了的时候，没有办法了，我已经受不了了，我不为你伸冤我被你真的会折磨死了，所以他就为他伸冤了。耶稣设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昼夜不断的切求。这个寡妇之所以得着伸冤，就是她坚持，她没有放弃。所以今天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我们不仅聚会不停止，我们要祷告不停止。当我们不停止的祷告，我相信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你一定会经历到神奇妙的事情，借着你祷告得到成就。阿们。基督徒生活很大的失败，就是有时候缺乏这个恒心。我们为什么事情祷告祷告，可能1天、1个礼拜、1个月好像没有，干脆就放弃了。但是这种这个半途而废的祷告，当然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有始无终的习惯，也注定就是不能成功我们生活就是要真的持续。今天的奥运奖牌，很多人可能都半途要放弃了，因为太苦了。今天的林良配那个李阳真的在8年前要转换这个跑道，说要走这条路。倘若他没有走，他今天没有这个荣耀，他得不到这个奖牌。很多人可能想说放弃了，他不能走到今天，真的是很多的试炼。各位，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所以我牧师要讲究其穆德的一个见证乔治穆勒，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世界上最常被拿来赞扬的一个祷告的人。他是孤儿之父，但是他应该是近代的祷告之父，因为他本来原先他小时候也不是那么好，常常也只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但是在有一次的聚会当中，他朋友带他去威格伦的一个聚会，在那个祷告会，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祷告的基督徒，感动他的心，他回去认罪悔改，后来他就开始要成为一个的祷告的人，他向神祷告，他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他不只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是一个真实爱主的基督徒。所以他这样在神面前迫切流泪的祷告，神真的是听他的呼求，以至于他开始去操练祷告。
他去操练祷告，他也为自己祷告。他在读书，他有困难，他为自己的学费、为自己的生活费、为自己的房租，他买书，他都祷告。真的，他迫切向神求，神就借着一个教授来满足他所有的需要。神会差派人的，神会差派天使帮助你的。好像这个以利亚就是会有，连那个乌鸦都会叼那个要吃的东西给他，或是那个撒勒法的寡妇来供应他。各位，这个就是祷告。祷告，这个丘吉穆勒他每一次祷告，他都会这样说：求你用你认为最好的方式应允我的祷告，我确实相信并且等候。他不是说上帝啊，我就是要这个你就给这个，不是这样。他是来到神面前祷告，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而且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方式去成就。这个就是他的祷告。他有耐心的祷告，他为他的朋友祷告，得救祷告。是不是一下就成就？不是他5个朋友不信，他为他祷告，每天祷告，他都不灰心。5年之后，第一个来信主了，哇，很高兴。那再到10年之后，第2个、第3个来信主了，哇，他越来越有信心。第25年之后，听好，25年之后，好像亚伯拉罕，上帝要给他应许的儿子，等了多少久？25年。第4个朋友信主了，还有一个怎么办？他已经老了，他走了。但是在他走了之后没几年，那第5个朋友信主了。所以他能够知道说，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所以他常常读神的话，他从诗篇第10篇领受神的话语，知道神对他的呼召这个诗篇第10章17到18说，耶和华谦卑的人的心念你早已知道了，就是已经听见了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他知道神是看顾孤儿寡妇了。这句话进入他里面，这个就是成为一个呼召。他就这样的领受，他就开始关心孤儿。他要关心孤儿，要关心他们吃的、他们穿的、他们住的，什么要用的，他就是求。有一次他求到说：“上帝，他感觉不好意思，上帝，我好像求得过头了。”他以为是求太多了，但是有一次神透过诗篇81篇第10节跟他讲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大大的充满，就给你充满。哇，感谢主，这个是应许。原来上帝不怕我求太多，所以他就越来越有信心的祷告。他在孤儿院的侍奉，他就是祷告，神就是垂听他的祷告，使他能够成就很多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能够帮助这么多的孤儿。因为他是做神所喜悦的，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呢。感谢主，求神帮助我们。丘吉穆勒他是一个信心祷告的人，而且他一生有5万次的祷告，5万次的祷告得到成就。他因为这样的一个耐心一个信心持续的祷告不仅经历很多的神迹，大大被神使用。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跟这些祷告人一样，成为祷告的人，有信心祷告的人，能够持续不断祷告的，不断经历到那祷告的大人，不断经历那祷告的神迹，让我们能够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请我们敬拜团带领我们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右上教会，我们也是宣告一间充满赞美、祷告、安息、给予、无抢的教会。我们要成为一个赞美、祷告的教会，让神的赞美、祷告不停息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唱一首诗歌我要以祷告来到你跟前。
我已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懂你的手，祷告这里是我的手不能错。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烈火归向你。我们从头再来唱。主，我是软弱的无助，你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歌声。我恳切地祷告，呼求圣灵运行，靠圣灵真实，不靠才能实力。圣灵降临运行，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烈每次我祷告。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烈火归向你。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祷告来到主的跟前，求主帮助我们，好像撒母耳一样，我断不停止祷告，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我得罪了神。我们要祷告，真的，牧师鼓励你，在你每天生活当中，你能够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为家人祷告，为亲人祷告，为朋友祷告，为你所看见的，为了我们台湾住在这个地方的百姓祷告。我们真的很多事要祷告，整个世界都在神手中。当我们祷告，我们会看见改变。当撒母耳祷告，以色列百姓就胜过非利士人，胜过仇敌。我们看到以利亚的祷告，他祷告，他不祷告就不下雨了，他祷告，雨就下来了。虽然是巴掌的阴长，但那信心的祷告，我们祷告不要灰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像丘吉木勒，一生能够5万次蒙应许，这5万次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记录。但是我相信，我们只要能够不停止的祷告，信心的祷告，一定会经历。好不好？为你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开口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你告诉我们断不停止祷告不停止为我们应该，我们为家人祷告，我们为亲人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为牧者祷告，为长子祷告，为做夫妻人祷告，为城市祷告，为国家祷告，为世界祷告。主啊，要祷告的事很多，但是主，当我们祷告不灰心，祷告不停止，主啊，你必定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必定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要成就神你美好的旨意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以丘吉木勒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有信心的祷告，大大的祷告。主啊，你要大大的充满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
要继续来祷告，我们要为这个疫情能够完全的止息，我们要线上祷告。我们盼望8月9号能够有好消息，有更大的开放。我们求主怜悯，让台湾现在疫苗已经不够了，我们要祷告，求神能够真的是赐下恩典，神迹发生在我们当中。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为此祷告。我们要特别为这次很多地方很严重，我们祷告哦。然后我们也为这次东京奥运会到8月8号才结束，让他们一切平安。我们也为我们的选手能够有好的成绩来祷告。我们为这次有强烈的西南气流，我们真的要祷告，盼望大雨不致造成我们有重大的灾害。我们就是祷告，我们也为软弱的肢体，我们知道，我们听他们祷告，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就是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的手不能做的事，我们祷告，我们摇动你的手，能够做成你要做的事。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为了这个疫情，我们向你求，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已经快3个月了，主啊，我们没有实体的聚会，我们渴慕8月9号能够看见，能够再降子，主啊，让我们能够实体聚会。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怜悯，怜悯。主啊，疫情快的过去，主啊，我们为了这西南气流带来的好雨，主啊，到下礼拜都好雨，求你保守中南部，主啊，不至于因为这个好雨造成重大的灾害。保守我们，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施恩在我们当中。主啊，你降下雨水，让我们远离干旱。但是主，求你不是过多的雨，以至于我们造成灾害。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你保守我们在东京奥运，主啊，完全能够顺利。主啊，让我们先走得到好的成绩。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也奉你的名，主啊，为我们许多软弱的肢体向你求。主啊，愿你的医治在他们当中，超自然的医治当中，主啊，你的保护在他们当中，使他们得着你的。主，感谢你，赞美，哈利路亚！每一次我们祷告，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走。每一次我祷告，把山没挪移，道路没不平。弟兄姊妹，你可以平安去，神与你同在，神永远与你同在，神的灵要浇灌充满你，使你成为一个爱慕他的人，一生成为祷告的人，祷告不停止，而且是有信心的祷告，而且能够不断的祷告宣告，让神所要成就的事情，借着你的祷告能够得着成就，让你更多的经历神，更有信心的祷告，更宽阔的
使你的祷告的层面不断扩展，以至于借着你的祷告，看见神荣耀的国度降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感谢主。开场把荣耀、颂赞、荣耀都归给主。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